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。我是现在妈妈。人讲食米毋知米价，毋过就算讲知影价数，嘛无的确知影讲食的是啥物款米，米是为倒位来，米还有分做几种。今日我来讲台湾的米。简单讲起来，咱即马伫台湾咧食的米大约是分做3款：在来米、蓬莱米、甲竹米。我到大才知影讲，在来米真正是在来的意思。在来就是自来一向的意思，遮在来雨水就高，所以在来米就是自来就有、本地就有的米。即款即马嘛有人甲叫做长米，因为米是较长，煮起来较袂黏做伙。较松，咱咧食的碗粿、菜头粿、米苔目，拢是在来米做的。甲在来米无相共的是蓬莱米，就是后来才有的。咱即阵食的饭，大部分拢是食蓬莱米。即款米较圆，嘛较 Q， 较黏。蓬莱米是日本人来了后才种的，还佫有一款是竹米。长竹米是摕来包肉粽、猪油饭，也若圆的竹米是较适合做麻糍。台湾人到底什么时阵开始有咧食饭？咱拢知影原住民用过食蚵仔、食番薯，因嘛有踅仔。这无代表讲用过就无猪仔，有可能是较少尔。台湾野生的猪仔是真古早就有啊。那按照考古学者的讲法，台湾5000年前就已经有人把野生的猪仔下来种。伫南岛语族咧交流的时代，猪仔嘛有一寡变化，所以后来豆豆仔伫台湾就出现即马讲的在来米。迄当阵台湾也无水田，就是无水稻，种的拢是布稻，草布的布，也嘛号做黄稻，种伫黄林的稻仔。伫荷兰人的时代，汉人咧种家，因嘛为福建有早来水稻的种法，这改变台湾稻仔的种法。台湾的水稻伫大清时代就有咧出口，伫日本殖民进前，台湾统治内底写着的在来米就已经有34款，竹米是有17款的品种。后来台湾的乌尖一款米的名是足出名的，这款米是乌色的壳，米长长，伫18世纪就已经有啊。日本人来了，伫因的报纸也佫有写着台中的葫芦墩，就是即阵的丰原遐有一款米，就号做乌尖，真侪人拢喜意，甚至也有人会为福建泉州遐调工来买即款米。我嘛即摆才知影，本地的米毋是拢总共色的，咱即马食的米大部分是白的。我无去想到讲100外当前伫台湾种出来的米是5花10色。挂好的稻仔内底有红的、有青的、有咖啡色的。若遮的米色无共款，食起来嘛无共。所以日本人来了，派去下高厅的厅长，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互种出来的稻仔的米拢总是白色的。迄当阵因的做法嘛足简单的，就是先去找当地10个品种上好的稻仔。而且佫拣较白迄几种落去种，收成了后，佫落去拣上好的品种出来，上白的米起来，继续种。安尼连续种几摆了，才佫甲上落尾较顺的、较好的品种分互大家去种，稻仔的品质就变好啊。毋过日本人食袂惯死咱的在来米，所以因一直想要伫台湾种日本的水稻，就是因咧食的迄款圆的米。
毋过台湾的气候真热，日本的猪仔拢会提早出水，也若出水，佫无啥种济，佫有一寡水土袂合，拢种袂好。总督府的农业试验场，自头到尾捌引进的日本品种有1200多种。因嘛知影应该佫去找较无烧热的所在去种，就有一摆去到德甲乌，就即阵草山国家公园内底，发现讲遐的气候甲日本九州较像。1921年，因就开始伫遐试种日本米。迄当阵嘛有种伫淡水、小基隆、三芝迄个所在，金包里即阵的金山遐，伫山坡地的所在种，较袂热，佫有下真侪肥料。日本的水稻是有种出来，毋过可能袂好，也是种出来品质无偌好。后来总督府就无佫坚持一定爱种日本的水稻，因换变做开始改良台湾的稻仔。1923年，基永吉伊团队内底的技师岳永仁，伊想办法互种植的时间变较短，所以这互出水的时间较慢。有几种日本稻仔就会正常大长，嘛开始刷去别个所在种。这款伫台湾种出来的圆的日本米是安怎号做蓬莱米？这是因为1926年因在开会时阵，基永吉教授伊建议3个名：蓬莱米、新台米、新高米。伊摕这3个名，互迄当阵的总督去拣，总督就拣蓬莱米，所以蓬莱米这个名就留落来啊。即阵台湾种的蓬莱米，85%以上的品种拢是台中65号的后代。这个品种是1929年开发出来，而且毋是咱即阵讲的蓬莱米之父基永吉伊开发出来，是伊的技师岳永仁。毋过因为是同一个团队，基永吉教授伊对后来的育种、甲改良、甲蓬莱米的推广，拢嘛有真大的贡献。台中65号毋若是品质较好，伊嘛较袂着病，一冬佫会使种2摆。是安怎拄啊好即个品种适应了上好，佫毋惊台湾较热，日头较长。足侪冬以后的科学家才发现讲，是迄当阵甲本地种伫山坡地种成功的日本种，刷去台中州的农实试验场。伫台中遐边仔拄啊好有本来的步调，台中州农实试验场换新的品种、种新的品种的时阵，伫山地的步调的花粉飞去到育种这新的品种顶头，伊有产生19，也嘛互这个品种产生变化。新的品种就袂阁受到日照是长底的影响，而且伊一冬嘛会使种2摆。基永吉教授迄当阵1925年就伫台湾总督府高等农林学校使用即阵还伫咧的作业室。即间的历史是比台北帝国大学佫较久，因为是3冬以后伫同迄个所在才创立台北帝国大学。即间作业室转变做台北帝国大学上早的农业研究室，代代即马有甲即间保留落来，有时嘛会开放互人参观。因嘛有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也佫有出电子报。我发现因的电子报内底文章拢真趣味，因会去收集一寡台语的词类，特别伫我的小故事内底，佫会特别写罗马字来教大家这台语本地是安怎讲的。像讲伊会介绍烧草安怎烧，烧草应该足侪人听过，毋过要安怎烧？是布田了，做事人查甫查某拢有，2脚下伫稻仔顶头，跪伫土骹，用手甲草仔挽起来，也无就是甲草仔烧入去淹过水的土内底，互伊烂去。所以台语会讲烧草跪天拜地，无跪袂出水。
客人也有另外一款较特别烧草的方式。伫1909年，日本人写的台湾农事报内底，伊就写着讲，屏东的客人、富人人是徛咧手举两支竹竿拄咧，用骹甲草仔纳落土里。这款烧草的方式真特殊，因号做公天。农客人工的时阵，要食一碗白饭是足无简单的。先拍切了，爱用土人去打这个壳磨掉，外口这顶壳无去了，是变做糙米。不过因为米甲这个壳拢总南做一伙，而且有当时还有拍切啊，所以就要搁用烘锅车来分，甲这个粗坑拢总分起来。这粗坑会使去做肥料，嘛会使做饲料。糙米就要搁蒸过。伊外面迄顶米坑才会落落来，才会变做白米。真久有石头做的，嘛有茶做的。真久除了蒸糙米，嘛会使甲吹过，也是水浸过的糯米蒸哦较幼的，会使做粿，也是麻糍。台语还有一句讲：无米有真久，无囝抱新妇。意思是讲，无米敢若有真久。就像无生后生，就先去抱一个新妇仔来饲。讲一个人爱面忙，做代志无实际，也未补残，也未修成，就有真久。无生后生，就要娶新妇啊。落尾我来讲一项即阵咧讨论的代志。政府甲农民买米，即件代志一直拢有，因为米是主要的粮食，真重要。自大清时代。后来伫日本时面的时阵，拢有政府买米这个习惯。1974年的时阵，政府嘛开始实施保价收购，就是用一个固定的价数，而且迄个去买的价数拢比市面上的价数搁较悬一chút啊。固定去甲农民买米起来，伊主要是惊讲全世界的粮食无够的时阵，至少搁有政府囤起来米。迄当阵，日本、韩国别个国家嘛拢有即个制度。毋过50年后，今年拄好满50年，敢若剩台湾也搁有即个制度。即个制度，互台湾政府一当平均开100亿咧买这个米，而且米嘛有伊的期限，袂使一直放咧。所以时间若到，就会用搁较低价数摕去外销，也无就摕去做饲料啊。这个制度，互农民继续有咧种稻啊。台湾到今也毋捌欠米过，拢要有家己种的米通食。毋过，大家咧食的米是哪来哪少。1961年的时阵，一当一个人也搁有食99公斤的米，到旧年剩无够一个人食42公斤，就是无够一半。所以这条钱对政府来讲负担真大。今年7月的时阵，立法院佮通过讲价数都要起5块，因为已经10外冬拢无起价啊，而且农民的成本起真侪。毋过农业部到今也是无爱甲起价，因为因认为若佮继续起落，对台湾的农业拢无好处。一个原因是政府咧买这个米的时阵是较称重的，所以农民会去种产量较侪。品质无得较好，价数嘛无得较好的米出来卖互政府，而且若迄当收成变侪时阵，市面上价数变较低，政府爱收的量就佫会变较侪，伊会无所在放，也嘛销袂了。也佫有就是已经卖了较好的集团产区，因的农会也反对政府佫提悬价数来买这个米。因为这有可能互本地甲因合作做伙种、做伙摕去市场咧卖的农民，佮因为政府的价数较好，甲米卖转去互政府，也若拢总靠政府摕钱出来补助，这个农产品袂进步。当然对农民来讲，上基本的就是10外冬无起价，因的成本拢起真悬啊。农业部即卖咧做的是有咧补助农民。鼓励因加入集团产区，就是种品质较好的米，甲农会规个产区做伙拍家己的品牌，摕去市面上卖，
会卖较好的价值。农业部伊也补助遮个农民，莫阁种稻仔，换去种别项。因为台湾即马的米也阁有3成是家己种的。毋过若像黄豆、红豆、番麦即款农产品，真侪拢干那靠进口啊。以上我是简单讲即个代志，因为即个议题、即个课题真复杂。我想农民集团产区、各地农会，包括地主、大盘、中盘到消费者，拢有无相共的立场甲意见。总是这是关系到咱逐工拢咧食的米。即个议题即阵也搁咧讨论，请大家去关心。今日我讲到遮，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嘛，请会记得订电子报，甲追踪即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即个节目，伫节目的说明有 EC Pay 的链啊。就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